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股市走势给金融消费者又是一反手就一个大耳光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没有从这个股市突破3400点这个喜悦中反应过来，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大耳光。三大指数全天单边下行，截至收盘，沪指跌0.68%，深圳指跌1.62%，创业板指数跌1.91%，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3800只。最主要的是两市涨跌中位数是负的1%，也就是大部分股票跌幅在1%左右或者超过1%。这个金融消费者昨天恐怕没挣多少钱，账户只是红了一下，今天立马这个还没有捂热连本带利如数奉还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成交量再度萎缩，两市只有1.15万亿，这个确实不应该因为点位在3400点左右成交量只有1.15万亿，也就是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少，都是一些穷鬼杀恶鬼博傻资金在里面。前期的题材股多数下行，亏钱效应明显，再一次说明欢乐总是短暂的。第一财经日报刚发完一个报道说什么全球股市大逼空，在中美关税大战缓和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上演大逼空行情。5月13日为过去5年中全球美股第二大净买入日，买入主要由空头回补推动。与此同时，5月14日上证综指站上3400点大关，恒生指数亦大涨2.3%。这还没有洋洋得意几分钟这个股市就毫不意外的给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这个金融消费者这个牛市的梦想似乎又受到了这个叫动摇但是今天这个股市的走势虽然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在出钱在消费，但是这些机构继续忽悠机构是继续唱多。你比如说这个高盛上证报报道高盛5月15日发布研报说，将民盛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12个月目标分别上调至84点和4600点，也就是跟现在比还有11%和17%的上涨空间，维持对中国股票超配评级，并建议聚焦多条主线，以捕捉主题性超收益内需驱动型板块中。高盛认为，互联网与服务行业将受益于消费复苏与数字化转型加速，同时在政策宽松周期下，优质区域银行与头部房企估值修复可期，以及股东回报提升主题相关的高股息国企改革标的、股份回购力度加大的消费白马股。这个高盛多的也不说了著名的 L 型复苏就是高盛提出来的。想问一问高盛这个 L 型现在走在哪儿？是在这一竖呢，还是一横？还是说 L 型复苏就不提了？所以你要根据这些机构的说法炒股估计赔的裤衩子都没得穿呢，因为它可是模拟盘呢。这个招商证券今天他说若假设成立，他有一个前提说假设成立的话，沪深300指数总市值存在22%到61%的理论上行空间。看看这种报道这种标题就让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无脑金融消费者他就误以为他那个市值他那个账户还有60%的上涨空间，他1万块钱他能赚6000，10万就能赚6万，他就会这么简单的给他挂上钩。就是他很难理解，就是说如果沪深300指数涨60%，他有可能他的股票恐怕还跌60%，他理解不了这个，他就简单的理解说沪深300指数涨30%，那我现在账户10万，七大姑八大姨借了10万块，我就能赚6万，马上梭哈买进。当下这个指数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指数维持在3300点以上，那全是银行股和金融股的功劳其他的股票全在跌对吧？跌的爹妈都不认识了，对吧？你要说指数，咱们可不是那个熊市从去年9月到现在，你不可能说是叫熊市咱们指数涨了10%几但是金融消费者包括胡一进老师在内，这能赚到钱吗？天天提心吊胆的在里面，账户在缩水缺心眼的人特别多就在咱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看我节目的网友里面，大家还有好多
这种缺心眼儿的。这个招商证券说啊，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盈利增速极低波动环境下，市场有望更关注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持续显著改善。2018年来，本轮利率下行周期中，不同等级期限债券相对无风险利率利差依次收敛，银行股股息率下行和股价重估正在进行。沪深300非金融建筑有望成为银行股股息率相对10年期国债利率收敛后最后的类固收资产，在居民资金、国家队、险资主动估摸、外资增持下迎来重估。假设前提成立下，沪深300指数总市值存在22%至61%的理论上行空间。也就是首先你的假设要成立啊，首先假设你能成为一个富翁，首先假设你能成为巴菲特，对吧？那么你未来啊，你还有10000倍的上涨空间，这个叫正确的废话。这个胡适啊，给了很多这个痴心妄想的、有妄念的这些金融消费者一个大耳光啊，眼冒金星啊。这最近这个黄金市场也一样啊，也给这些投机分子啊打的是火冒金星，两眼发黑啊。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啊，说5月14日晚，现货黄金跌势不止，向下跌破3180美元每盎司，创4月15日以来的新低。此前金价一路狂飙，不少消费者对黄金投资心动不已。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世界黄金协会中中国区 CEO 王立新认为，长期而言，黄金作为战略资产有其存在的意义。就当下的黄金投资决策而言，王立新建议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全部投入，建议抱着长期投资进行资产组合配置的心态操作，而不是博弈价格风险。他这话说的比较委婉啊，也就是你买了黄金，是你钱太多，你全存银行不合适，买房子风险也很大，买股票那更是傻呀。所以你拿出一点钱出来买黄金放哪啊？也有前提啊，前提就是你钱太多了。能看我这个栏目的，我估计啊，都不存在钱太多的问题。你就是配置啊，还没轮着黄金呢。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有人贷款80万买黄金，已亏7万。你看看这个大耳光扇的。今年以来不断狂飙的黄金价格在近日迎来了急刹车。5月14日，现货黄金价格再次跳水，日内跌超2%。纽约黄金期货也跌近2%，跌破3200美元大关。今年随着黄金价格一路上涨，大量投资者、消费者通过各种途径买入黄金。有报告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球黄金投资总需求是552吨，同比暴增107%。全球金条、金币总需求325吨，同比增长3%，比5年季度平均水平高出15%。羊城晚报14日报道，有人分享了自己的贷款80万元买黄金的经历。据其表述，其成本价高达830元每克，现在感到非常心慌。记者算了一笔账，从持仓价830元到现在的758元左右的价格，不算贷款利息、回收差价等，每克就已经跌掉了72元。80万元投资的损失在7万元左右。前几天因为工行不是说卖的金条，有人怀疑那金条不纯吗？里面有杂质。我记得我做了一期节目，那个再往前这个深圳水贝市场有人揭露这个黄金回收过程的各种坑，我也做了个节目。提示投资黄金的风险，主要是说这个金价涨跌咱们不清楚，但是这个黄金里面的坑是特别多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没有必要去踩这个坑。结果我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这个馆子上面有傻叉在上面留言了，说一看到谭明书聊黄金，他就知道到了买黄金的时候了。就这种缺心眼非常有意思还有那个股票也是，那股市稍微一涨，就有那个缺心眼跑来问说你看错了，说他赚钱了。就是这是一种什么人格呢？就是他这种性格是有心理缺陷。我只是拿嘴说一说，不管看涨还是看跌，对我都没有任何损失。但是这些缺心眼自己是实盘去跟你赌，对吧？你说涨他就认为要跌，你说跌他就认为涨，他就买。你这不是缺心眼是什么呢？完了他要看哪天说错了他就赚钱了，对吧？你这个多傻呀！你是拿命跟人搏我跟高盛是一样的，
咱们是模拟盘，我连模拟盘都称不上，因为我就没有。我啊，从2021年8月1号做的第一个节目就建议早割早收益，不要炒股。这个4年如一日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你说你跑来看一期节目之后，在这胡喷，我对黄金的价格这个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也就是它不适合韭菜去投资，不会有什么变化。它就是涨到2000一克，我也认为它不适合你投资。我这个栏目这个观点基本不变，所以说你看一期就够了，你不要天天在这等着，然后说这个股市稍微一反弹，马上就跑出来，想从那个角落里面爬出来，一跌呢就不做声了，躲起来了。沪市就是涨到4000点，就是涨到6000点就是创新高，涨到7000点，这跟你赚不赚钱那是两件事涨到7000点，说不定你赔的更多。脑子是个好东西你看今天证监会重磅发声，从严打击虚构业务等恶性造假行为。5月15日，证监会官网消息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在2025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致辞中表示，证监会将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行为，为投资者营造安全的投资环境。证监会始终坚持斩牙待刺，有棱有角，不断提升监管执法的规范化水平和打击惩戒违法行为的精准性，加快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从严打击虚构业务、滥用会计政策等恶性造假行为，坚持追首恶，加大对造假公司大股东、实控人等直接责任人查处力度，从严从快惩治违规减值，特别是绕道减值、变相减值等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行为，集中力量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重拳惩治非法荐股、违法代理维权等违法活动。你看看这个证监会副主席说的，那跟咱们这个节目是吧？每天说的，咱们每天都揭露这些，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的这些上市公司。你看看，要从严打击。当然了，这个说法是好的，提法也是好的，问题效果呢？每一只股票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敢动这个神仙吗？这就像那个《西游记》中孙悟空降妖除魔一样，对吧？每个妖怪后面都有背景，打死的妖怪那都是小妖怪，没有任何背景就被打死。股市里面也一样，没有背景的或者后台背景坏了事的，这个股票恐怕就退市了，对吧？看看《西游记》，看看哪些妖怪最后在孙悟空要这个结果他的时候，抡起金箍棒结果这个时候就是有人高喊大圣助手。我们说说内幕交易吧，这东西你说你怎么杜绝，对吧？监管部门都不敢去查，那么多小作文，对吧？那么多外媒传的谣言，最后证实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监管部门敢查吗？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没法查，你比如说吧，这个5月12号就这个特朗普这个家伙他在 X 媒体上，就是在他的那个什么真相社交媒体上说对吧？这两国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他这不就是内幕消息吗？这美国总统放内幕消息，完了这边股市，对吧？他就第一天就莫名其妙就涨了到了晚上咱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日内瓦贸易这个协议超预期，第二天来个高开就往下走，这显然消息走路了。那你赖谁呢？赖特朗普。你说咱们证监会还能去查特朗普吗？如果你要懂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这个市场不是你玩的，对吧？你就是个韭菜让人割的，结果你老想着想逆天还想在里面割别人，想赚钱，这不就跟做梦是一样吗？这叫妄念。这个证监会交易所敢给特朗普发个文信函吗？敢训诫特朗普吗？接下来这2-3年远的咱们不敢说，几大傻的行为一个就是买房，一个就是炒股，一个就是买黄金。炒房、炒股、炒黄金，可以说是未来这2年3年这3大傻。但是如果你要跟胡锡进老师那个心态一样，这个另当别论你当消费者这没毛病就是我买房我是消费，对吧？我缺房子住我买房住有什么错吗？我有钱，对吧？一套我买第2套房住，我喜欢，我有钱，这都没问题这个叫消费。你以消费的心态，股市也一样，对吧？我拿70万来里面消费，它就涨了我也不怕，跌了我也不怕，又不指着这个钱过日子，再跌它还可以补仓，它是一种消费心态。黄金也一样对吧？人家买黄金买金条放床底下放着，大金链子戴着或者金戒指，它是消费，它不是炒。抱着消费的心态那是另外一回事，抱着炒的心态想逆天改命的，这叫3大傻。说到胡锡进老师前2天咱们做节目说了胡锡进老师他这2天非常兴奋一个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赢麻了，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一直强调这贸易战只要达成协议
啊，只要这个达成共识啊，都双赢。如果达不成共识，对吧？那政府一直说啊，没有赢家。所以说贸易战那要么就是双赢，要么双输。啊，就这么个局面，没有哪一家说独自赢的。那么胡锡进老师这两年比较嗨的，就另外一个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啊，意外的炒火了咱们这个军工啊，对吧？咱们的这个歼10C 这个战斗机。我在前几天节目说了啊，胡锡进老师他是对吧？消息来源都是巴方释放的消息，问题是巴方释放的消息，他也从中选择。巴方啊说这个用歼10C还有枭龙对吧？战机击落6架吧，印度的战斗机有阵风。有苏30，有苏27，有米格29。胡锡进老师独抓住了这个阵风。后来巴方又说啊，我们还用歼10C啊，把那个印度的 S400这个叫地表最强防空武器啊，给它摧毁了。结果这些互联网上这些啊正能量，一个个哑口无言，三缄其口，绝口不提这事。你看，同样是对吧？巴铁说把阵风击落了，他们就兴奋高兴。说把这个 S400击落了，摧毁，装作没看见。把这个苏30还是什么米格29击落，也不提，对吧？这个现象我上一次节目说了，结果今天啊，胡锡进老师恐怕也觉得不妥，对吧？毕竟胡锡进老师他是个曾经啊，是个他也认为他是个媒体人，虽然他本质上他是宣传口的宣传人员，但是他啊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媒体人呢。那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你总得对吧？搞出那像模像样吧，像个媒体人这个素质啊。所以说对巴基斯坦给的这些消息，对吧？那还是要验证一下。所以你看啊，胡锡进老师今天啊，他又发了个微博说啊，他说这是出了个关键漏洞吗？印度主流媒体周二广泛报道2名印度士兵死于日前的印巴冲突。啊，这个是印度媒体报道的啊，印度有2名士兵啊在印巴冲突中死亡，但是啊，这个印度主流媒体没有说这2名士兵是飞行员还是什么啊导弹操作员。胡锡进老师说啊，其中1名死亡士兵叫辛格，他所在的家乡叫比哈尔邦的印地语媒体援引其岳父的话报道，他是1名 S400防空系统操作员。这个信息具有爆炸性，也就是胡锡进老师通过印度的媒体报道啊，查到了蛛丝马迹，也就是验证了巴方的说法，这个印度的 S400啊被巴方给摧毁。这个胡锡进老师又说啊，因为有一个严重的争议，当地时间周6清晨之前宣布击落印度5架战机的巴基斯坦军方又宣布使用枭龙战机发射导弹，摧毁了印度部署的阿达姆普尔的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周6当天，印度方面否认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称它是假消息。这个说印度时报啊，报道重点描述了辛格新婚仅4个月，说他周一中午还与亲属通话，周一下午4点，其亲属就接到了边防军电话，告知辛格已经死亡。辛格的妻子听到后悲痛欲绝。报道没有像地方媒体那样提及他与 S400防空系统的关系。这个胡锡进老师还挖到了啊，说啊，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快报和印度教徒报都提到，除了辛格之外，另一名来自比哈尔邦的边防军士兵叫伊姆泰亚兹，也在克什米尔地区遭受巴基斯坦炮击时受伤后死亡。印度教徒报称啊，2人是在同一次行动中被击中的。印度教徒报图片注释中说啊，伊姆泰亚兹于5月10日，也就是周6因公殉职。最后胡锡进老师得出结论啊，他说啊，巴基斯坦最早通报摧毁 S400是当地时间周6清晨大约7点，这样算起来，攻击发动的时间应该就是周5到周6凌晨的这段时间。那么辛格和伊姆泰亚兹被击中与巴基斯坦发动对 S400的时间上似乎大体对上了。然后最后胡锡进老师得出个结论啊，他说总结一下，巴基斯坦周6清晨宣布摧毁了一套印度 S400防空系统。印度方面的复杂信息中透露了至少有1名印度曾操作 S400的军人在大约相当的时间里被巴方炮火击中后死亡。不过印度官方一直坚决否认有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最后啊，胡锡进老师还比较谨慎啊，他说啊，巴基斯坦到底是否用中国生产的战机和导弹摧毁了一套 S400防空系统呢？这仍然是个悬念。而且
且操作手受伤死亡与系统被摧毁还有可能不是一回事。老胡只是从情报学的角度梳理了一下各种信息和他们的时间线。你看看啊，都是巴方对外释放的消息，只是对象不同啊，一个是摧毁的是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一个是摧毁了印度的 S-400防空导弹。你看胡锡进老师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对阵风战斗机这个事情上，胡锡进老师那是全盘接收啊，照单全收，根本没有任何考证。但是对俄爹这个 S-400被摧毁呢，胡锡进老师那是严格考证了，充分的体现了一个新闻人呢他的这种严谨，对吧？这各种可能性都要分析一下，时间能不能对得上呢？对吧？印度的媒体自己说的，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虽然他是 S-400的操作员，但是他未必就正在操作 S-400被炸死的，不一定是 S-400被摧毁啊，对吧？这个你看，对俄爹这个 S-400被摧毁，那胡锡进老师那是小心求证啊，生怕出错。那对法国阵风战斗机，那就是巴基斯坦怎么说呢就怎么是了。那虽然印度这边啊那是断然否认，那都是否认，但是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大概其在有的人的看来啊，对吧？你把俄爹的 S-400给摧毁，那是大不孝，有点以下犯上的这个意思啊，对吧？这个不好，要淡化。但是你把这个法国的阵风给摧毁，那叫扬我国威，扬眉吐气。所以说啊，这个网上也很有意思啊。还有人呢，他先你鼓掌鼓得慢了，鼓得晚了，那都不行。但是对 S-400有可能被摧毁啊，那是视而不见，没看见。这么尴尬的事不能提啊。那至于印度方面说的啊，这个印度的空军啊摧毁了这个巴基斯坦的飞机，那更是造谣啊，毫无疑问啊，没有任何悬念，那绝对是造谣，都不值得胡锡进老师去考证。所以我能理解胡锡进老师啊，他在以一个新闻人的这个角度啊去考证印度的 S-400有没有被摧毁的时候，那种既紧张又兴奋，既害怕这个事情是真的，又希望它是真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啊，万一是真的，那这个非常尴尬，对俄爹大不敬，恐怕有麻烦。但如果是真的的话呢，那也说明咱武器比俄爹的要先进啊，所以他这个心态非常矛盾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